真侪网友讲，中昼上界危险的就是行出去外口食中昼。这天气热翕翕，今仔上界热的所在出现伫台东金轮观测站，这中昼就38度8。就医生警告讲，今年热伤害人数比英国更较济，其中热衰竭占多数，提醒民众伫咧外口就要补充水分。另外，伫咧中华园林有一块路牌，因为这几天伤过热，所以规个路牌拢抽起变形啊。 中华园林这个路标指示牌，好亲像火箭头拍甲扬起，搭伫天放电管的塑胶布。这几天温度悬，规个变形落落来，互当地人感觉真稀奇。原本这一块它是有原本的铁板跟上面的一个那个广告纸贴附哈，那因为可能广告纸年久有稍微的变形跟老化哈，那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再去做处理跟清查。 全台拢是好天有够热，8以上高温出现伫台东县金轮测站，中昼12点10分，称到38.8度。这么热的天气，也好热伤害一直增加。经过卫福部统计，今年7月初1到初9，全台热伤害看医生到274人次。台大基金医师提出警告，今年热伤害人数比往年增加，尤其是热衰竭，若无及时补充水分，恐惊会真做掉刷，死亡率有5成。 热衰竭的话，就是第一个它会大量的出汗，然后呢会有一点晕眩，然后再来呢，它脉搏会非常的快哦。到了中暑的时候呢，它反而不出汗了，而且体温呢会高达40度以上。 气象局指出，8日开始，太平洋高压减少水汽增加，局部山区中昼过后，西北风较明显，各地气温也小可降1-2度。特别是明天水汽比较多，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，中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降雨。 而明天的午后的阵雨会比较明显，会可能有一些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。气象局表示，8月进前全台依然是高温真热的天气，虽然气温小可降落来，不过日时高温的时间较长，体感温度是较湿热。提醒民众出外时阵，要注意唔通去晒伤，要多啉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